那今天的婚禮啊，只好取消了。这不合適吧？等一下！既然顾小姐来了，我们就開始吧。等一等，不要废話，不就是想要這個嗎？給你就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媒体那邊我已經派人要求他們封口了。您放心，今天的事情不會有不利的消息放出來的。嗯，這孩子真是太不像話了，結婚這麼大的事情他當兒戲，幸虧處理得及時，要不然啊，我們顧家明天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，說不定公司的運營啊還要受到影響呢。這個您不用擔心，今天到場的客人我都逐一打過招呼，不會有事的。他人呢？少爺說今天新婚要跟朋友們慶祝慶祝，出去了。出去了。昨天晚上做了個夢，我走進撒哈拉沙漠，空無一人站在太陽下。Oh no， 這是66.6度，快要焚化我的眼珠。突然一場大雨降下來，汗水被那雨水沖走，結束40天的折磨，頭一轉變成了綠洲。彩虹下有一棵大樹，大樹上有一